榕樹大家就見得多啦，但係800幾歲、樹冠佔地上千平方米嘅榕樹王，你見過未？今期視頻帶大家去見一見。呢棵就係我所講嘅榕樹王啦，佢係青森目前年紀最大嘅一棵榕樹，樹齡約810年，亦即係話佢吹過南宋嘅風，淋過明朝嘅雨，依家曬住嘅係新時代嘅太陽。雖然呢棵榕樹年事已高，但佢依然枝繁葉茂，古樸蒼勁，庇蔭住一方水土。呢棵榕樹亦都係我見過最大嘅一棵樹，你哋睇佢嘅樹冠啦，大到好似一把巨型嘅遮一樣，有一種獨木成林嘅感覺。而佢嘅樹幹啦，至少要12個人先圍得起身。細個陣就咁大兜咯，經常喺度沙嘅，嗰啲人勞動啊，擔花生啊，擔木樹啊，翻去度就睇下啲有啲坐喺度養，喺度樹好難得，個個希望而家生而家茂盛啦。你有冇見過咁大棵咁古老嘅樹呢？評論區分享俾我啊！